当好好修，修为真修实的。不然以后会当回天雕起，倒转咱老母娘的身边。即嘛是上天的意。上天派咱这部后分来这世间当中，佛国为一代水年降生于世。这伫佛法经内底，佛陀就讲，因唯一的一个愿望，就是三世诸佛拢共款，拢是本来降生这世间当中，拢有一大因缘，为着众生的生死的大因缘，降这个因缘呢，降生伫这个世间，要来锻炼咱个人。所以不是的，这个世间是来在佚佗嘞。咱嘛是拢佛祖，咱拢是本来转世。所以讲，教有生该有佛性，人人该可以成佛，当前呢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是啊。一路出来呢，咱拢是本来是拢救生的，这是一个明秀秀的一个情况而已。其实咱拢是佛，拢是佛。所以讲，咱人互咱老师师傅。咱来成就，伊定爱用成就。然后无到迄个百分之100嘛，3分平嘛无咧，有到门口嘛较满啦，但是较早讲师拢安尼来解释，来注意体悟是啥？人生的无常，人生足无常的，生老病死的，这无像安尼就变咧，就我早少年的时。不再讲生气迄个啥，即马吼，像咱手机小，这手机专去，卡着悠悠塌塌的，真正你着问题拢起来，因为即个气不流，过来10当，流到即个是较深当一个咱特别是这个，你开始真的反正那些拢无意思，讲开始讲互咱，真的跟比较起来是讲该坐车就该坐车，袂使骑车。袂使有习惯，有时势负担，袂使有习惯负担，有过路，袂使有节点，有节点叫做是烦恼，伊个有那些爱保，这身躯足重要，诚心心必决一点，这身躯要修炼，爱靠这身躯少业受尽，所以讲呢，你爱惜这个心，这虽然是百片，虽然这是条过心。但是嘛，是要互咱成就成佛，爱借这身躯，爱成就，就爱靠这身躯来修炼。你道未熟，未成道，爱继续这身躯来练功，来修炼，来使。较早迄个发现内底有以怪来先，以过去的当中，伊咧修炼当中，交代伊道理讲。伊修到我会认为出来，要去找老子论道。但是呢，一日交代伊道理，讲我若一礼拜若无转来，咱做这我这身躯把这把成了。结果伊一个出去，因为出条，结果又出去了，要去找迄个老子论道。结果迄个道理的人，伊厝的人，未两工3工人来找来讲，人讲。我这身躯，我这身体要创啊！先生的阮厝代志我恁转来，煞袂过讲迄个老师有咧交代讲这身躯袂使，毋是礼拜袂使甲烧的，结果未一礼拜只甲烧的，结果呢煞迄个啥？伊通过来先倒来说，就迄个身躯啦，伊原来身躯生得属领导将才，是即摆迄个方法，迄故事是安尼写，迄数。我看迄数牛皮内底其实是，结果无法度，煞尔咱找无伊的身体，找伊的身躯，看较少尔，烦恼的，煞想讲这若无赶紧找一个身躯来继续修炼，也袂成道嘛，要成就的。看到路边有倒一个乞食，摆骹搁迄落拿迄肉片有空气，然后是所该种。伊自己出来的身躯是迄平时路边的一个乞食，赶紧换斗对个身躯又较开，那是个也是奇怪啊，骹摆骹，但即马这个较常是安尼，迄个讲对，所以讲道没关系，爱去借用这个身躯来继续修炼。
所以讲人生总有常，咱过一个敢有感觉人生总有常？若是安尼，像咱咧想的咧位，咱讲吼拢祝福大家拢万事如意，大发财，啊平安顺遂。若是毋着该安怎该安怎，会当照着咱的心愿，照着咱的理想会当安尼。这是你人生的一个。人生的无常是一个变化多端，毋是咱会当去控制。所以讲有一寡意外，甚至行路都会出代志，甚至伫厝呢，咱做生意也会出代志。车头安尼动去，当时安尼，合断厝就平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叫做人生的无常。人生的无常是万百项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去体会着。无常爱受迄个真相，爱受迄个真相。所以讲呢，老师呢，伊甲伊解释讲，咱爱体悟，好好的体会。真正，因为这个大心，这是一个互咱照大、照明的，甚至咱世间这个事，嘛是互咱照明照大的。这拢是啥？暂时互咱保管的。较早咱前面一个有咧讲，这毋是真正的咱的本质。本质是伫咱原来国家中，叫做咱富有一天，咱会讲西方啦，叫世界。其实真正是这世间是真正是苦难，所以讲咱当做这个是同步，这做到这个，一个讲去旅游外国，这个的，咱是较好，敢是安尼，会讲回家真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回家这个毋是咱真正的。真正的做的，很多互我讲有意见，这个真正是互咱讲积极爽，讲大的，这个讲灵气体，这个叫做养个心，一切苦恼拢是一个，所以讲呢，这个咱应该了解，大家讲是，大家人修炼一个方法，就要互咱离苦离乐，真正，无若是啊呢。有咧像困就困袂去，我讲爱三好，讲的好吃好困好饱，敢是安尼？袂瘾食去食袂落，若咧烦恼的时，一顿饭就食袂落呢？一喙就食袂落，无好，毋是伊辛苦咧艰苦食袂落，是烦恼咧食袂落。敢是安尼？烦恼囝，烦恼东，烦恼西，烦恼一大堆，伊安尼咧食。是辛苦咧艰苦，辛苦啦艰苦袂有啥嘛食咧，就是没有胃口，无胃口，到时安尼，所以讲咧，足一种的无奈啊，所以讲咱一定爱好啊去体悟，有足一种即世间咧，即个苦恼，所以讲咧，借用着大道降世之时，咱真正爱把握这时，好好啊去体悟着人生的无常，赶紧生，赶紧。这辛苦是好用，会当互咱成功着。咱若无这个色心，这几天肉体嘛叫做色心，咱爱借用着这个色心，好好落去修成功着。成功着要创啊？要保原条，因为大万外里咱欠人的，他欠的足济，咱虽然咱即马还无了解，是真正济咧，当时。爱只有成功入着，来甲补偿，有老师呢做工程有些做到秘书处，入着因果，到像是讲因果，因果内底有谈的因果，你有看到咱一定选着你，就变成了因缘，300万以前的代志，去活里里面来催伊啊，就是会找上他。就是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刚才呢，那就是这个时代啦。伊爱透过路人、救人、天公明灯来公平回复我伊，是不是这样？咱一定爱做到这个当中，当然就是因缘当中有这个会养起的大舞台，咱好啊去发挥，扮演着咱真正爱做的一个角色，这才是真正有地位的啦，地位的。勇将，应该安尼，所以讲呢，有足侪实例会当互咱做一个证明，
济啦吼，即若讲其实个分数很多，啊，煞袂通就是讲较惨的人生是苦海，哦，赶紧迎上即只船，哦，赶紧嘞，哦，踏向归乡的路，啊，赶紧收，哦，时间实在无咧等人，咱拢有听讲过，迄个哦，拢无咧，咱拢无咧收人的见面贴，哦，啊，见面贴就讲要讲出今日3件事，过2天过5天，哦，啊，而且咱人要安怎知影？来，咱人敢是拢怀疑一个啥？口气当中一口气啦，哦，就是文德讲的讲，啊，咱讲是生存的呼吸之当，这样话是口气的一口气的。咱是要怀疑一口气当中的，这口气若无咧伊吧，无咧社会当中，乌好歹势啊，好歹势。哦，现在真正人生着当下，哦，真正是安尼。哦，这个当下的目标，咱一定来觉察着，真正，咱若无去，咱一时啊无啉茶袂要紧，哦，一时啊无食饭嘛袂要紧，哦，但是一时啊无呼吸袂使咧，有你家紧，哦慢慢做，哦，就发生个，吼，特别一个人，咱是无体力啊。哦，就人较艰苦，所以讲是真是我哦当中，是是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上天就是为哦降到，佮降这个啥空气、氧气或者空气，甚至老主任就咧讲讲上仙水仙不离不净，哦，上仙就是咧水离伊个万分，伊无为伊无数的方便。咱若无水，咱袂活咧。咱身躯内底只要70%以上的水分，哦，是不是？会使缺水，哦，袂使迄个消水，水若失去吼，来讲面容无搭讪，是不是？真正，哦，不是免费业面命，无水真正袂生存。哦，安尼就是讲若无食物件嘛袂生存。上天地。哦，万分也用一件物件要互咱去吃，要互咱去食。哦，这就是上天的灵，哦，上天的德行，哦，来永生万物。哦，大道无形生养天地，哦，大道无形生养这个天地当中，养育万物，这拢是上天的道，哦的旨意，咱拢是上天的德性，哦，伊一个护持。是吧？咱大家生存，所以讲咱感着天的一个因，哦啊，当然咱一定要好好啊落去啥，落去修，到无辜负上天的哦降德之分，互咱会当因，啊，继续咧落去修行，达到咧哦达到回天一个理想。所以讲咧，按赶紧迎上诸行，踏上归乡的路，哦来好好啊修心炼性，返回破家乡。多啦吼，哦，修心炼性还悟路，这咱是真正哦，咱为人主啦吼，做了为人道啦，应该爱做一个稳稳事。哦，为人主应该爱真孝道的，真正哦，所以讲咧，孝经孔老夫子的孝经对经书一定来讲，哦，得之本，夫孝者得之本，教之所有生也。身体方受之父母，教归乡后之素养，一心行道，扬名以后世，以现父母，后之忠养，开始一个结束，书中如云。所以讲，一心行道，初是哦，这身躯爱好好保持，这倒是好的一个基本面。啊来就是爱一心行道，哦，赶紧的。哦，从咱的自我保持，哦来显扬咱父母，哦养育咱的子孙，哦啊报答着天地，养育子孙，报答着咱父老母，哦降德子孙，所以报答的，哦，我也袂完啊，哦啊要报答咱，哦
前年有前年钓的是把人栽培机会，佢前年才会把人照顾，会当带咱来求道，会当来扶持咱，论根各界，来鼓励咱修道，所以阮咧，以我所的阮，种种大家来做，对咱的好，去稳定的到时，尽量爱好啊去甲报答，你安怎好啊报答，只有真修实练来培养八千年上天，咱的父母，而且因，安尼才会当，人讲是咱的本分，所以讲咧，这是为什么？嘛是咱真正根本啊根本爱做的所以讲我爱。这个真正互我今日选这首歌作品一段，互我你无啥晓讲，我咧上简单的，准备请也未先生，互我选，互我为咧读书咧，互我地位佫上互我同学即马上紧手机伊下载迄个咧。开袂开，若开开迄个用电你收有可能无啊，咱解释袂使出来所以讲可能上天注你知影你小心老师知影我咧，所以就小心解释袂使出来，所以到尾也无法度去咧找较早的，所以即首可能看较有啦，一段咧，第一段咧，跟一段咧尔，文团世间人看钱重。为钱靠命走西东，人生亲像彩花香，青春岁月散，再业来扫再业来扫甲无半项，风尘一切拢是空，共路体无束花行，束花行安尼我一段咧，我今日伊个功课，甲恁分享咧做一个新的。世间人看钱重，这是咱世间人那是咱是看钱重，为钱靠命走世人，太可惜，佫无够，继续用，继续吹，本来是要讲，咱讲是要正人尔，要亲像人，较济都无嫌，圣经有讲啦这礼拜立志本年。咱会使测用心。有咧，讲颠倒的众生，颠倒啦，是测用心来颠倒。咱人圣人认为迄是对，伊来当作唔对。像现在的圣人是来当作冤，钱是冤。财食本命，得食本命，财食本命，是安尼。这圣人讲的，这是无我讲的。大家无法度承认，这圣人讲的，是无我讲的得食本命是冤。所以讲是无财主即人善，财善即人主，即嘛圣人讲的定义。是安怎财善？财善的时阵咧，即人主，财主即人善。我来讲点讲，是咱伫王的当中，伫王的时阵，拄啊交武王，拄啊颠倒拜甲，王神本咱捌讲过。伫六大的时阵。武王的时阵发丢啦伫六代散财，伊的人生就向去武王遮来。帝王是所花人高人世，拢伫迄个世间的这个人民的形象的当中咧，受着迄个死因咧，一寡是拢去对其他乌白建设，拢是用伊家己享乐，安尼当时。安尼就对了，这叫做是啥？财主即人善，人善的意思就是讲人心已经犯善，人心就无向你恶，变下来。所以讲这是啥？文武导致的一个修
知影是心肝之物啦，是，我讲出讲，你有几亿个啦，你有2亿、3亿啦，遮济人，人一世人要赚遐济，你赚1亿，赚1亿，等于赚过来口罩过来的人的一个啥，一世人要拼的一个薪水，一个金钱。但是你一个人拥有遐济钱，你看，毋是拥有钱济就会快乐，不是这样。意思是安尼啦。你就咧追求的当中，你就是啥用正，你搁继续伫遐咧追求，你的人生，你的方向已经是啥目标已经若讲走出来，你的方向已经对，所以讲咧，在甲对，我查安尼所以讲咧，咱若是讲在厝即边啥，在山即边厝。所以讲咧，过去的当中，用主篇、用主安尼讲，去见养苗，去因为讲着讲有啥物理由，阮国家迄个猪伊会造成的讲着猪啦，猪就是伊这个，因国家有啥物理由，伊的用一个讲，伊的习惯是安尼。但是，伊有一段所以到尾来讲，上下高清李国义，上治国军，下治庶民百姓，拢是目睭背景，拢是拢咧追求迄个财的物件，利的物件，私利的物件，拢是文明的物件内底。所以讲咧，咱即马咱想啦，到尾伊国家的主要。拢无人咧行善，拢是为了家己自利的代志。所以讲咧，民主咧，拢因伊养成即个落实不管这是啥天象，民主主义迄内底，伊嘛有讲过一段，什么是天象？天象就是咱咧追求，就是定个稳，爱追求真正，确定一个真正，伊的目标甲方向，袂使通我互我看过，袂使错用心。咱袂使错用心。到尾来无时啊，咱所着个应子孙，咱敢有细小有咧听我祖德应子孙啊，祖德应子孙，老财富老德，细小嘛是有咧安尼讲，其实真正德，咱会当庇佑囝的是才会当庇，像迄个洪英庆，咱来做一个比喻啦，伊讲啥？人有迄个，人是倒来尔，囝伊是农业为财产，伊安尼争夺，伊分袂下，伊争夺不休啊。所以讲是老爸较好，还是老师较好？较济时你若像我分无迄好势，你看，甚至土地啦，我嘛要较挖落路边的，敢是安尼？迄不动产啦，迄本来是安怎？是迄个，我做一个比喻啦。我较早呢，我问较早拢有迄个人哋毕业时拢有咧分享。伊我爸爸甲我阿叔我两兄，我细汉人我嘛毋知影，毋知讲人咧咧分析分析咧分分家分子，就是讲大家拢做伙安尼。伊若做伙就是财产拢共有共同，所保管所拥有的早分析就是啥？分讲迄块地送的迄块地，以后就是你的名，写个甚至迄阵啊，拢有饲了鸭啊、鸟啊，对啦即摆还是讲伊讲饲只鸭的就去掠，你掠的时阵，拢会小可较大只，敢是安尼？是的，伊若个拢照习惯人安尼咧讲饲鱼咧做这个代志，袂当面拢一定是大只，敢是安尼所以讲咧，迄个啥？迄个啥？伊有阵时啊，像分析来讲，大家嘛要去较好的，就是迄是土地当中话嘛，讲要分较大地，要分较落大，伊有阵时啊，你也想世间事啦若是迄个拄好好时代啦，讲生去啦，你看迄个来问题就来啊，有迄分析，我捌听有一个大师咧讲，
啊，但是伊拢会去处理即个人讲迄个变土地变建设的问题啊，伊有看足济啊，伊讲是你安尼，作少讲作少讲无声，因为你本质是本来嘛吵吵闹闹，为了讲一定安尼接对地较大地，还是安怎拢听用天啥，有那些兄弟呢，时间有那些就分片那些，真正安尼建一条巷仔都袂使，就出问题，拢对小事的当中还是真端。所以讲伊甲无安尼讲的当中，我就知影讲安尼可能有时啊，这家庭问题，可能家己的亲兄弟，当然大家是啥，拢无聊一步，嘛无，若机会当然无咧收，比如到遐当中就是讲这个拢生活是阮，当然啦，大家好诶，你较好，大地你较大地，你若讲你若有一个方面，讲成是讲咧较吃亏的袂要紧，你代志做好讲，大家拢配合啦，大家拢要创造性的当中，大家拢要讲咧坐较大地，也是要较好的，当然安尼可能真难，无法度看摆安真难，所以讲咧一定爱有一个配合，爱有人食亏啦，安尼来代志较好处理，是安尼，所以讲咧这物件咧，当然咧，所以讲，这世间就是啥？老师来讲，世间人看是当为是走西东，伊讲人生亲像菜花芳啊，菜了一丛有一丛，菜花芳到尾咱知影避风啦，避风，咱若有人饲咧避风的当中，避风足无用，走东走西的当中，透早就水迄个菜花啊，对不对？等下搭迄个做迄个引。到尾迄地都散客，人拢甲洗澡诶，你看是毋是到尾一条汤？伊这就是说一个比喻啦，一个比喻。讲咱人是咧菜花芳，一工过一工，从生囝死，无了事，真正有影。伊咱本真正，迄个确定着迄个人生应该行是啥目标甲方向，到尾哇。导致他多讲测用心，你若测用心的当中，到尾来当然咧，就是才会讲实相。你做认真做拍拼，但是咧，你真正像夫妻讲你真正是做对的代志，爱做对的代志，毋是做好的，做对佫比做好较重要。真正你若做唔对是测用心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讲咧，到尾咱来。咱人咧是安尼，所以讲咧，到尾你若无了解咧，无真正，目标确定的时，那会误导事情。当时摸着迄个一个本，但是摸着迄个财源，安尼咧差真济。财源咱家己好咧，好较济是到尾是咱，做迄个讲交朋友的，到尾咧产业来偷，是毋是？不如咧叫到咱迄个附近都阮迄公路铺，迄公路铺当中较安全。迄个田库内底咧，迄个人拢安怎抢入去，是安他就过死。用迄个以为一个啥，一个迄个世间的一个精彩，生活都较好，所以讲咧在世摆第一。袂输迄个开路的，开路线路起来太注意啊，开路线路，两多摆第在世。所以讲咧，重要。所以讲咧，所有拢是爱有开始。所以讲咱内人当中咧，地位，咱讲用对机会，甲做无出去袂要紧。你用起来看，讲对，做好。你看到足济，迄个一个咧讲，看到尾是拢。无熟悉人来看，无熟悉人来看，到我讲就产业来偷，摆地主后面甲你爱，迄叫啥？到尾这种结为成分，所以讲咧，青春岁月长，青春岁月长就是讲时间的无情，待多情温柔一关，你讲时间的无情，
以我来维持，咱若看电视当中，看迄水咧流的时，就知讲哇，原来写是15档，15档已经过啊。迄电视咧做作业咧，到时天水有咧看，时间足无钱，已经安尼，那是咱来匆匆去匆匆，岁月无情，日本就说岁月无情，所以讲咧光阴似箭，所以讲咧时间咧足紧，所以讲咧，迄阵啊，少年家跟颠倒啥，即摆已经变到，捌做些事情外摆吼，变到外摆啊这就是咧，甲你要是啥，真正会，哇，时间无简单，真正啊，人即摆迄阵啊，人拢讲迄个少年家，即摆伫公司上班，阿伯，我听到期末时钟会使个，差不多人真正，你讲会起心动念是假，咱会安尼感觉怪怪，咱即摆你也叫老电视啦，天天晚上有人叫哥咧，哥到真到袂差不多真正，所以讲咧，咱就知影，那你家己生活安尼是，就知影讲真正有那误会啊，所以爱赶紧把真正。即个所讲出的一个岁月的当中，好情形再接来扫甲无半项，再接来是扫甲无半项，做看伊样样了，后火灾后地震后海啸，扫甲无半项，真正有影迄之前迄个迄个大海啸，你看人死去的时，有一个样伊咱个地上古来天华有少迄个翻烧的时阵。迄个办相是少条啦，安尼开始会议，咱即个生活厅较会迄个无形的代表，因长期过往的迄个无形的当中的咱迄个维持日过往，伊真正即个经过即个啥大海啸了，人死伊感觉讲我已经无存在了，伊到发现来讲，我已经无伫即个世间了。所以讲，伊家己就无清楚伊家己，无清楚已经伫即个结束当中已经做淘汰。伊真正无法度接受迄个事实，实在足痛苦的咧。你照出来当中，迄面涂骹咧烂咧白，哀声不绝咧。伊无相信讲我已经离开即个世间啊，所以讲甚至人生做非常，人生有时做非常尔，叫做无奈，无奈，伊无无愿意接受这事实啦，无愿接受讲已经无伫这世间的一个啥存在。所以讲咧，只有咧，咱古时期来开始讲这世间啊，真上大尔，你着来接受这事实，你爱讲去电影报道啊，咱等于咱报道，伊若是，为无对迄个，一定去爱去电影，报道啊，所以讲咧，伊爱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讲咧，这个灾劫啊，是足恐怖的，嘛是恐怖的，会互人心惊大跳，甚至天灾甲人祸。咱算而且台湾报道咧，实在是足优秀的。咱若看迄新闻咧报道，你若看迄外国，迄拢规工拢咧战争啦。你若看迄战争，你若看咱若着做咱人民的时，咱会感受安怎？咱有迄个同理心无？感受着、体会着无？迄人民的时，去到迄个国家人也处理，去到迄个国家人也处理，甚至坐船的时咱超载，搁爱冒性命危险，毋知去到遐人要搁处理无？毋知影咧。所以讲，迄种无奈的，所以讲是讲，咱伫这安稳、这平安、平静的这啥，这国土内底，才好会当互咱所以讲，咱袂当去体会着迄人民伊感受。真正咱若像人家是啥，人讲插人才规插家社会是讲的咱是感觉足幸福，足幸福。所以讲，伫这足平安、平静的国土内底，咱会当去修，搁算足好的所以讲爱感恩，表示安尼真正咧感恩所以讲你若看再入来是差不多半项，你着感觉讲正好甲在，我做幸福，我伫这个所在遮，
啊，毋是即个所在会足结婚的，他都我有讲，迄时你刚过年啊，因早餐店啥，在迄个我看迄个一分几内底咧，在迄个轿车换规换，迄车头规拢猫咧，规个车头拢已经面目全非啊！我头拄仔咧讲哦，住伫厝内吼，啊，都袂安全啊，袂平安咧。当时迄车要落雨，毋知影你看迄即马有发生一济吼，迄车拢对人个厝内面，啊，袂落雨，楼骹无人咧。因啥？即马拢会装迄种摄影机啊，会落雨拢会装迄摄影机。啊，遐落来当中，那些拢会出现。啊，所以会落来真是苦哦，只要电到来电，差尾大路慢落雨，实在是较看吼。所以讲咧。咱真正爱心太大，咱一定爱去讲爱做头前，咱爱把握先机，爱做头前，唔通来喊来时，到时国府会，到时来讲亡羊补牢。因为我已经挑伊啊，到时那补救那是为时已晚了为时已晚。所以讲咧，迄个当中咧。较慢淡薄啊，所以讲咧，风景一切拢是空银假景，世间咧若是民望，在迄个八仙内底，迄个汉朝的大仙，咱先做是安怎？来，我摕个镜头你困，你困咧，当中我做出迄那讲黄杨幽未熟，一梦到华胥啊，他们出世的时候，迄个八仙，迄个先祖的时候，已经人生惊一个，来上京考到做大官，到迄个妻妾成群，高楼大厦，甚至咧英华富贵，到尾拢袂，迄拢袂，到尾拢袂复原来。我一定要存你单一个人你看安尼人生咯。了后精神咱按照大仙的迄个有法出生，意思讲法出生已经人生已经走一个，叫做啥？亡羊补牢啦这个拢嘛对，牛嘛，牛就是放邯郸，咱先讲邯郸，邯郸人生的是牛人的，是讲，放翅膀，放天放地，放后才放皇帝，时啊为了做做面包，是放的当中咧，为讲后讲爱放好放，袂放好放，无共款啦所以讲风景咧，人生的当中，这个风景就是一个苦海。真个是世间咧，就是迄个行过这个有梦相像，万梦相像。天尊梦毋是梦邯郸，这些都甲你讲。真正要天尊梦，在世间嘛当证明，爱好好去从世间的当中，化苦海化为圆满帮。伫咱厝的当中，化为幸福，对自身还是受益。我当初教你做一修的方法，我拢无咱迄种是金融的良品，伊迄时间人为心智，用三个是要把你目标画给甚至会当把你想咧修家己自身，会当来影响时间，真正伊的一个伊稳重啦真正伊的一个目标。所以讲咧，风景咱来看好，讲以前拢是通的，甚至咱的某囝，咱的咱迄个阿母啦，还是大，这拢是一个基础，甚至有车咧，人讲这种嘛讲，咱是同龄命，大汉来时国自归啊，自归啦，唔通执着，唔通贪着，你若贪着执着，手的心理痛苦烦恼，人讲到尾安怎？这个无法力，这个无超越，到尾落入红尘，
心，你还有主轴，他都要刚出来做行的，在旁中，一中，这物件是咱修的一个错误，咱较起，你这若无修调起一条，乌白皮这若无起，这个若无甲扫除，这咱地轻松，这是咱厝内当中的本质是啥？你若要扫的当中的清洁，时时勤分清，数点以来，上明天利用医生自证，用医生医师自清自验，就国不息，三毒消灭。这像圣经老准的，讲甲足详细，伊嘛有甲咱修一个方法。这修的方法，贪嗔痴是三毒，老准。圣经嘛有讲的三毒，是有甲讲的三毒，贪嗔痴尔。啊，当然当初嘛有讲，一定妄伤心，妄众心所以不定真得相违，妄心有妄心一惊其心。一惊其心开始来上帝，破坏应心真得了落。所以讲这是一连串的，这是延续动作呢。你到起这起心动念，妄想心结出来了后，遐就叫做贪求烦恼、妄想执着，遐就是写出来，就对你的生命、你的心中，你就会当达到安定清净。所以讲一定爱你上清净，一定爱去功夫，你互咱心灵的清净，达到究竟，真正是爱去功夫。有咧很多讲书咧，讲得精彩，所以讲咧讲到足好，真正。可能时间较无够，无法度分开甲迄个，但是咧，有点那种讲着所以讲咧当然咧，方便拢是啥，拢是汤的。所以讲咱，讲游览啥路用，游览讲我要创啊，世间都是同款的，足好佚佗的，佚佗袂了。台湾讲来讲莫名其妙要变外国。台湾咱佚佗袂透，你个谁啊比讲？所以讲咧，真正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还佫有一寡时间啦，当然咧，到尾来是讲题目输会，都互我讲着，我爱去重视。所以讲这是真正，咱老师的一个忙，爱赶紧咧认受迄个经典，爱辨认迄个方向，定主张。一定确定咱的目标，确定目标正确了后，向迄个目标前进，真正，爱咱搞究竟的。所以讲咧，这是咱老师，对多年的一个盼望希望，嘛，当然咧，老师咧，伊嘛重视着咱，所以讲咧，足重视咱，咱老师虽然咱即摆看袂到，其实，都互我看讲，自由的你开始。伊老师拢对人是有啲，伊是老爸说啥，很爱护啦，拢有时有刻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伊拢甲你对调调，但是迄个看心看量，咱拢有为人注入，有咱有，咱拢是为人父母，对啦，咱就知千里金线咧，所以讲咧，母囝言心有不变，虽然假设啦，别敬有度在干净。这咱老师有说一句话，千里眼金线咧，老问我的比较远，他的心就是都在他的儿子的身上，这些在画心画脸，所以我们两不共，我说的真正。所以讲，迄叫做母囝的心，永远拢两做伙无变。所以讲师徒的心嘛是啥？咱共款当然咧时间差不多就要到咱会当唱两首音，一首歌有够这样的咱来唱来有心会当甲唱出来唱出咱老师的成绩，唱出伊的真正的教义啦相信到唱了。来当时呢，这位学员
走西方，人生亲像太回肠，青春多少，太行爱三万，看见就思考。安个黑莫所回头。心意走啊较慢些，笑了较早走。淡淡过西东，为只怕别走西东。人生亲像太回肠，青春随我伤。太行爱走较无望，看见这拢是空。安个天无所回头。淡淡我一冬，为只怕别走西东。人生亲像太回肠，青春随我伤。太行爱走较无望，看见这拢是空。安个黑无所回头。世间的现在公开地当来笑，我这啦，所以讲，这个黑我淡我心中，为只怕别走西东。人生亲像太回肠，青春随我伤。太行爱走较无望，看见这拢是空。安个别无所回头。我时间就差不多啦吼，我正理想的报告这首啦，这首咱老师做一个歌，当然咧，就我内底较深刻，当然比我的浅薄，可能咧无法度咧真正签署是咱老师伊的一个建议，当然咧，这个当中报告当中咧。不足的所在，咱请负责人或者我做一个提醒，做一个补不足啦吼。最后咱将咱身体健康来以上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之功，坤道之功。
前人、目前人一般词语前道之功，坤道之功，学得很好。学得很好。